Google 相簿。今天的那个影片呢，就是看这个 Google 相簿的照片呢，比较早期的照片，然后把它荧幕录影了。反而是影片哦，那照片怎么会没有呢？还是看看相片库。Record Master， 哦，原来那个 Messenger 的也有哦。Messenger 的也有呢。抖音的也有呢。Line 的也有呢。新增相簿，最近的相片。